再来看一个西班牙的早期犯去互国际刑警组织列做红色通报对象，这5档伊拢是住伫咧台湾。咱移民署昨甲伊强制赶出境，不过因为新加坡唔收，今仔日又搁遣送转来台湾。目前当时调伫咧关外禁止入境。移民署表示会安排叫号，甲人遣送去西班牙。用手甲无啊诱发嘅西班牙籍查甫人奥纳德，互人控告伫意大利犯10亿诈骗案，落飞机甲亲友一直传语音消息。奥纳德来台湾生活5年外，进前互人发现，互西班牙通缉，是国际刑警组织列做红色通报的对象。移民署强制甲赶出境，毋过才离境1天外，又搁出现伫咧桃园国际机场。我们现在跟外交部在共同努力的哈，将来如果说没有办法禁止入国的话，我们还是会继续的想办法把它送走。伫10月13，奥纳德接受调查，互人要求6天内出国，伊马上提诉愿，嘛声称暂停执行。不过移民署无等到结果公布，才被就造成强制赶出境的处分。19反正甲人押上飞机，奥纳德随提审过几点钟，法院认定听书有确实，裁定释放。不过伊早就上飞机。伫飞到新加坡了后，煞互人发现新加坡拒绝伊入境，所以又搁互人遣返回出发地。10月19号强制出国出检，出国之前这个时间点呢，这件有瑕疵的行为虽然有瑕疵，但是已经结束了。后段他从新加坡回来之后，那要再申请入国这件事情，在我看来，它是2个行为啦。面对奥纳德，搁互人送回台，移民署的态度强硬，强调依法禁止入国。目前准讲入来到机场，不过卡伫关外滞留保护室，会持续协调遣送转去西班牙归案。跟西班牙这边应该有一些联系上出了一些状况，那这个状况可能不单纯是我国的问题，好不好操作其实端视于西班牙政府的态度。竟然认为他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国际通缉犯，其实西班牙政府应该要更积极面对这个问题。咱方坚持无退让，想要送转去西班牙，双方无司法互助，关键就要看当地政府的态度是毋是积极来回应。出入境即马拢真歹处理，面对目前这个问题，就要看官方安怎解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